我没到同学窝，只是在抖音找素材，这全部都是我自己做的。好啦，故事开始。今天一大早起床去新学校，没错，那间学校就是我表哥的学校。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我的表哥是校草。到教室时，老师叫我做自我介绍，介绍完了，老师把我安排到我的表哥旁边。校花说：“你这种人也配得起校草。”校草听到了，但校草反而是保护我，但我觉得他知道我们是表兄妹关系，所以我没告诉他我们是什么关系。但校花的闺蜜说，校花就是要对上校草的，你这种人配得起吗？我越听越生气，校花说：“哎呀，生气了。”校花笑我脾气不好，配不上校草。我就说奇怪了，我们干嘛干你什么事？而且我跟他是表兄妹关系，所以我们也不可能。校花心里暗爽极了，满脸通红，小鹿乱撞。我想傻眼，我的表哥有这么迷人吗？今天回家时，我看到了表哥跟我走同一个方向，结果我们合租是在同一间屋子。我心里想，姑能管你，这样不好吧？想算了，我搬走还能去哪？我一直在想加减住一起，反正没关系啦，是表兄妹怕什么？第二天校花来找我说，以后你要叫我嫂子。我说我心里想，我哥有答应跟他在一起吗？想算了，还是乖乖的叫嫂子吧。但我表哥发现我叫校花嫂子，但我表哥说你凭什么叫他嫂子？要叫也是他叫你。我说为啥？表哥说就凭我喜欢你，但我们有血缘关系，无法在一起。但表哥很坚持要跟我在一起，但我也不能拒绝，因为我会觉得不好意思。我们还是在一起了，我们感情很好，交往了3年。都没吵架，但他说要不我们办婚礼，家人不会管我们干嘛？我想说好啊，都可以。1年后我生了龙凤胎，然后我的老公的公司很多钱，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吃的穿的。好，故事结束。我再说一次，我没到店，我上抖音找史莱姆素材，直接用剪辑剪完，我直接发YouTube。好看ASMR。多少次疯狂，多少天真，一起做过梦，有一天